Hello，我係1蚊2，今晚6集。未穿煲，你就知以為拉小朋友唔好行。分我間。你係攞住飲咪？多出嚟。已經睇到人哋都聽到。又係自己嘅事，越嚟越，越冇嚟啱啫。才剛開始，開始他就來了，他肯定會來。嗰啲啱你哋講嘅係打電，打唔中，打電話。有啲全部係被責罵啊。呢個有變責。某一個紅中叫3個都要碰同卡特曼。總算有得碰，拖個7萬先。開始過3關，呢個7萬留得係時候，咁就自摸啦。贏9分，第2鋪。即刻有得碰，叫個胡。No， 下家足夠殘忍啊吓！對家摸咗好多500索㗎。2、3、4、5同都碰咗，6、7索又係未見過嘅，即係單調邊隻都唔啱，所以就冇貪個降咯。我覺得3、6同係穩有嘅。怎樣？我的預判準不準？贏9分，第3鋪。入個紅中叫2、4、5、8索同埋6萬。對家呢個1索扣得非常好，贏21分，第4鋪。係好窄嘅，其實。如果你而家坐拖嘅話，都可結嘅。可以前頭嘅，你有冇飲酒啊？前頭。唔係，不過呢度打埋住。都仲算多，咁算得。咁冇當佢係買，我冇打。太細嘢，都太細啦。不大，太大張飲我唔好玩。太大張我可以叫嗰張出場係最玩。總算入張，叫個2、5索3同。耶，好舒服啊！贏9分，第5鋪。入張3同，叫個4、7同同埋2、5萬。3同冇啦，你哋會唔會轉啊？
都係你摸，你咪捧入嚟摸。啊！撈住啲沙當啦，好怕屌啊！哇！咦？隻眼點諗嘢？未摸到啊！可能等，如果等緊你俾佢捧，等我高。阿媽！食嘢冇打6萬啦，咁高嘅。好啦，網紅中字幕，贏15分，最後一鋪，出門有得碰。哇，原來上家牌都幾毒㗎喎。碰咗9索，隨便叫個卡窿啦。不過我鍾意叫啲比較偏嘅。這下窿8萬選得太好了吧，贏36分。